20岁，本想与他择个女婿，以为半子之靠。只是高门不成低门不就，令人挂心。今天乃是我妹夫的寿诞之日，老头子出外未回，我只得带领女儿前去拜寿，也就好与我妹妹商量月娥的终身大事。对，看看我闺女收拾好了没有？月儿，丫头，收拾好了，快来呀！
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。门外哪个？哦，妹夫妹妹，姐姐来，好姐嘞姐，好，走走走，好。姐姐请坐。妹夫请坐。燕娥见过姨父姨母。是，参见姨父姨母。罢了。文庆儿回来。我父寿诞日，亲邀君满棚。母亲何事？儿啊，你姨母表姐来了。表姐来了，表姐哪里？表姐哪里？表姐。啊，表姐，表弟。儿啊，见过你家姨母。姨母。哎呦，都长这么高了。酒宴摆下。
家小一岁，听我娘说，他是腊月生，我是正月生，我们二人生日时辰正相称，一生姐一生弟，亲上加亲，更进一层。听说是他还没有把亲定啊，所以他鸳鸯成对，随心如意，福可不轻啊。一时把他忘情啊！忘了就不要拜了。也有不拜之礼呢，月娥，你要好好的想想啊。是啊，你要想上一想。哦，想起来了。祝贺寿比山月永，福供海天长，生女来拜寿，子孙孝满堂。头把头来一旁站，这条描龙绣凤的花手巾，表弟若爱就送与表弟吧。多谢表姐。请进，请进。哎，兄友，兄友。哟，天可不早了，我们就要回去了。啊，姐姐住上几日吧。是啊，姑姐，你姐丈没在家，家里没人，我还是说走就走。姐姐慢走。慢走。啊，姐姐，但不知生女可曾有了人家？有，要不是你提起呀，我还把他给忘了。他呀是高门不成低门不就，这件事啊还要拜托姨父姨母二位老人家呢。兄弟长你这样聪明伶俐，换成找不到人家吗？是啊，但不知姐姐你要为他选一个什么样的女婿呀？姨母，他哦，就像我外甥这样啊，我就满意喽。此事就包在我二老身上了。好，我们走了。正是姐弟无寒套。慰问结账啊！哎，尊请送表姐。
快走！姐姐姐姐慢走！哎，快走！姨母，表姐，回去，快走！快走！这孩子，姐姐慢走！爹爹，表姐他怎么样啊？她去远了。去远了怎么样啊？我母亲，而我舍不得她呀。呀呸！此话你也说得出口，还不与我滚了回去？儿啊，回去吧。这都是你养的好儿子啊！有其父必有其子。哦。自幼生来我的手儿巧，扎花绣朵不用苗，贩卖珠花人人争着要。宝梅说和我的手段高，虽然如今年纪老，年老做事絮絮叨叨，我软妈，在我们这村前村后，您要提起软妈来，就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。不幸我们当家的早年去世，撇下我一个人，指着什么呢？也就是给人家保个媒呀，没事我再穿个珠花呀，就指着这个户口。常言说得好，时来运转，时来找人。昨天王太太派人来请我，说她的儿子王俊清反他爸爸年轻时候的为人，整天争着跟他妈要媳妇儿。王太太请了我吃喝一顿，还赏了一顶银子，这可不能说假瞒真。我必须挑选一家如花似玉的女儿，才能配得上她那粉雕玉琢的神童啊！哎呦，这倒把我给难为坏了，亏得我就东找西寻，哎，我才找出这么一家来，那就是张鹏的姑娘张无可。嘿，这个小孩真是面如桃花，哎呀，人家长得这么好看，可就怕有人抢了我的仙儿。要是没有人抢了我的仙儿啊，那可是糯米馅包饺子，一捏就成。有道是升天可要趁热，船走顺风要抓紧啊，买卖要赶那几时间。说没配对儿，就好像穿了珠花，穿不好了那个珠子啊，满地下撒。手拿一支杜鹃花送与小姐，鬓边插。青青姐姐，这不是阮妈妈吗？你好啊！我好，你好啊！哟，手里拿着花干什么去了？给我们小姐采花去了。坏了，有人抢了我的仙儿了！哎呦，你说的是什么呀？你给小姐采花，是不是有人给小姐保媒来了？没有这么回事儿。哎呦，我太巧了，我想给五姑娘找婆家。那您跟我进去吧。哎，你好，瞧你别说这巧劲的，我跟他闹，我不敢进去，这是。
女儿婚姻事，时刻挂在心。夫人请走。老爷请。老夫张宏，老身孙氏。奴张无可。夫人，像你我二老年过半百，膝下无子，所生无女，四个女儿居住出贫，只有小女无可，尚未许配人家，思想此事真正愁闷人也。是啊。启禀老爷夫人，阮妈妈求见。阮妈妈来了。阮妈妈来了传她进来。是。阮妈妈来见。员外二人在房呢。在房呢。老员外在哪儿呢？老安人在哪儿呢？老员外，老安人，老员外可好？好。老安人可我好？丫鬟有与阮妈看坐。是。行了行了，我就撂这儿吧。阮妈妈，到此何事？我到您这儿来没有别的事情，我打算着当着姑娘不好说，怕姑娘怪罪我。哟，我是阮妈啊。哎，你常来常往的，也不是外人。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是。姑娘不怪罪你。哎呀，这姑娘说话多痛快呀！五姑娘不怪罪我，我可要说了，我打算着给五姑娘找个婆家。阮妈妈，但不知是哪一家呢？员外安人荣炳。将来。员外安人容我炳，说出了此家有名声，不是领钱的钱和礼，也不是城内的赵雨逢，说的是本村氏王姓，王少安的儿子王俊清。那个小孩今年他才19岁。19，他与吴可姑娘本是同根。麒麟配彩凤，玉女配金童，佳偶自然定。老爷夫人，你们可愿应？乃是小女的终身大事，要与他商议商议啊。哎呦，对了，商量商量好，省得将来落埋怨。不错是的。女儿，阮妈妈前来与你提亲，你是愿意呀，还是不愿意呀？你倒是说呀！你倒是讲啊！哎呀，阮妈妈，哎，我女儿不愿意呀。这门亲事嘛，
就算黄了。就照着刚才您那么一说，就算黄了。黄了。让妈妈，老爱人那是怎么了？越上年纪呀，越岁数大了。那终身大事不是小事儿。您那么跟人家说，人家姑娘怎么好意思说妈我愿意，我不愿意，让人家怎么说呀？哎呀，那怎样说法？说那话那得绕着弯儿说。还得绕着弯儿地说。我明白了。凤儿啊，放在我大言道。妈，你看，王少丹之子，名叫王正清，你可愿意呀？我的老爱人，我让您绕着弯说，您就这么绕啊？那怎样说呀？成了，坐着吧，坐着吧。夫人，你得坐下吧，快坐下吧，我说五姑娘，刚才我也说了半天了，您了人家也听见了。这么着，咱们打上一个哑谜。您要是愿意呀，就冲我们大家伙那么一笑；要是不愿意呀，把那个小嘴那么一撅，笑了咱们就做，撅嘴就拉倒。员外安人，咱们都上演。好，看着，还是笑啊，还是笑啊。哎呀，这门亲事算错，就换阮妈妈你再辛苦一趟吧。那我就跟您告辞了。好，不送了。老安人呐，我可跟您请假了。五姑娘，我可要走了。儿啊，送阮妈。哎呀，不送，千万别送，我自己来的，我就自己走，谁也别动弹，谁也别送。我这一会儿妈妈，你回来。对，咱们叫他回来。我说阮妈啊，我可要那好的，是好的，要那白的。白着呢。你说的是什么呀？您说的是什么呀？我说的是那一朵玉兰花啊。我说的是那一朵花玉兰呐。丫鬟有送阮吗？您放心，我办事没错，我跟您说，您就阮请妈妈，放宽心。你给我回来。嘿嘿，他也叫我回来，有事吗？我们小姐刚才说的话，你都听明白了吗？你听明白了吗？我明白了。你都明白，你说我能不明白吗？我也要个好的，要个白的。要个什么呀？要个小女婿啊。哎呦，那今年你多大了？我都18了。18了都。嗨，那怪不得呢，那就好好等着吧。好好等着。你不是18了吗？你就等你88，我再给你找吧啊。启禀老爷夫人，阮妈妈走去。夫人听朕的是。阮妈去提亲，担当喜心意。夫人随我。
你呀，你就等着吧。夫人，请呐！坐下。我李毛林，张氏。哎，哟，大清早起的，干什么这么唉声叹气的呀？夫子蔚然而叹，其中是必有来由。夫人，你要猜上一猜。哦，是不是为了咱们月娥丫头的病啊？女儿之病只不过是时多尚未罢了。自从给她一父一母拜寿回来，回到家以后，她就是这么，那就是这么横啊嗨的。那要是依着我看呐，只要是多吃上一点山楂麦芽儿，这个病就算好嘞。嘿嘿，你当丫头像你呢，见吃就没病。我李毛林是能吃山饮呐，成病复兴，自然如此，其病可谓忧虑乎？哟，你忧虑的是什么呀？我在祖宗面前犯下了大逆不孝之罪，使我痛心疾首，究其根源，孽根在耳。在耳？这耳朵也没什么毛病啊。这个耳，它就是你呀！你是真正的没有学问呐！我怎么招着你了？常言道，不孝有三，罪大是无后，所以在祖宗面前犯下了大逆不孝之罪，有才。是无后，人活一
60出头。4月32里42步，52知天命，又在思想起将我愁上加愁。倘若是我一命呜呼，在家饭要吃，西方引路是何人？他大份报官，顶上家里送到坟那头外。那养活丫头，她是眼前的花儿啊，那叫爹的多，疼爹的少啊！56了，还54。不是，这儿还有俩人。那你对不起我呀。但我一想这个事儿啊，我这个心里头他就难受了。得了，这么大岁数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我说别哭就别哭。我劝你别哭就别。那你吓死我嘞！好日子不得好过，你就把情整天家知乎者也的顺嘴胡诌，常言说一个闺女也定半个死，又何况咱们月娥丫头读书识礼的说出这个话来比你都顺溜，只要是给她找上一个好女婿，姑老爷半子之劳不用发愁。张家的亲事难成就，王太太叫我到李家来把这亲事求。要说我们这当媒婆的可也真不容易，跑前跑后的，好容易把张不可说妥了。王俊清偏偏不要人家，说人家长得不好看，爱上他的表姐李月娥了。我只好打退了张家，再到李家求亲。东西庄南北村，常来常走，百家门穿遍了，张王李赵刘，就是这个门。我说丫头干嘛呀？哎，一听外边大概是有门叫人呢。还是有人叫门呐。啊，对，我连说都不会话了。你呀，连话都不会说了。那你倒是看人去呀。那怎么就应该我去呢？那我娶你就为的是开门闭户的。那我还不那么说呢。怎么说？常言说得好，家有长子，国有大臣，那我还就指着你了。这话有理，他家有长子。他不像话，他家有钱考，主事一人。那谁要我是当家的人呢？我就去看看去。瞧瞧你。我说外边这是谁呀？叫我们的门呢？是我。我是什么东西？我知道你是什么东西。
那你是个堂客呀，还是官客呀？这话怎么讲？那我们家有个规矩。什么规矩？135是接待堂客，246是接待官客。这谁给你立的规矩？那这都是按照皇历办事儿啊。我是软妈。软妈？这个软妈大概是属于堂客之类的。哎，今天你来的这个日子还对，待我给你开门。哎呀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他阮大婶子到了，不知阮大婶子到此有失远迎，当面恕罪。我不敢当，不敢当啊！那你咋还在这儿待着呀？快上屋里待着去。嗨，屋里头去。在屋里待着去。大嫂在家。在家呢，我说丫头他妈耶，他阮大婶子哎，是谁？哎呦，瞧他阮大婶儿啊，还是这么漂亮。不行，我可老了。虽然是徐娘半老，尚且风韵犹存。圣人云：有朋自远方而来，不亦乐乎？哎，我这是客气的意思。不对啊，不对。我们当家的活着跟你不错，不错。论起来呢，我管您叫个大了掰子。大了掰子，咱们总不见面。今儿个好容易见面了，您别的话没有，就拿这镜子死着白咧这么一照，这要是让人家旁人看见了，人家笑话。哎呀，瞧您这口怨气呀！那你要是把这口怨气趟过去呀，你这个后半辈都得不了病啊。他阮大婶子，那你说的对呀。我们大兄弟在世的时候，我们俩人是口沫呀，口盟。对，口盟，那就是生死一乃同胞。况且我又是圣人门徒，那你就不必多心好了。又来了不是？大嫂子，哎，我看您还是找个绳儿啊，把它拴上点好。阮大婶，哎，他坐下。他阮大婶啊，我让人家给你带了好些好些好些的。哎呀，我说他阮大婶呐，那你是夜猫子进宅，不是不来啊？喜鸟进宅，对，喜鸟。这喜鸟可没有夜猫子大呀。这不论大小。那你上我们家走啥来了？我给姑娘保媒来了。给闺女保媒啊？好事儿啊！我说他阮大婶子，那你上我们家走啥来了？给姑娘保媒来了。哦，给我闺女保媒来了。对，那我的女儿可不比别人家的女儿。那没错，跟你可不一样。这里头甭掺我。我的女儿识文断字，念过5经4书。5经4书，什么叫5经啊？那就是《金刚经》《法华经》《阿弥弥陀多心经》。那4书呢？哎呀，那就是琴书、评书、莲花落的大鼓书呗。有学问，有学问，配得上你就说，配不上干脆你就别提。要是配不上我还不来呢，你们老两口子听了。阮大婶，慢慢说。提起来这一家可是真不错。你们本是好亲戚，有熟悉的不用我细说。哟，我们还是亲戚，好亲戚，快说快说。家住在长春王家铺，王少安的儿子王顺清，你们两家正相和。哎呦，听阮大婶嘞，我愿意了，愿意了，愿意了。你做得了主，做得了，我听你的。好嘞，我还是说走就走。干嘛依我呀？啊！许你拿绳拴住我，就不许我淤住你啊！我问你，你上我们家走啥来了？保媒来了。保媒你咋也不打听打听了？保媒我打听什么？我来问你，那王尊清的头上怎么了？哼，这个小畜生头上无有半点功名，他举止轻狂，行为放荡，目无尊长，他乃山鸡，岂能配我家凤凰？
乃不幸也。大哥，亲戚做亲戚，不是更亲近吗？混账！干什么这是？人呐！你这不是上我们家冒昧来了？那我干什么来了？你这是骂大改来了。大哥呀，买卖不成，咱们哎仁义在。谁跟你做买卖呢？你不让出口不行。我告诉你说，从今以后啊，我们家这个门儿就不许你来。我不来就不来。干！看见没有？开人！我要不是识文断字、圣人门徒，我就给你个儿妻所破之后，右转之巴掌，打你个知国必改也。你哎，把那手你给我走！我认你了，把那手就这么着了。我认你了，把那手，咱就这么办了。什么你走我走的啊？人家孩子人有人才，文有文才，怎么就不行呢？你不明白呀？你听我慢慢跟你说。我不听。圣道不行，此乃天之欲杀我死我也。他整天胡说八道。我这是对驴弹琴呐、我对你弹琴。我对你弹琴，我对你弹琴。我对你弹琴，我对你弹琴，你对我弹琴啊！你对我弹琴，对。表姐呀，我有啊，表姐。劝娇儿宽心且养命，等软嘛他回来便知分明。阮妈妈会不会回来？阮妈妈，你怎么还不回来？阮妈妈，你怎么还不回来呀？你家的亲事又问我，真的放弃见太太，出口气说。妈妈回来了，阮妈妈回来了。阮妈妈你回来了。请坐呀，阮妈妈，我们的亲事怎么样？我的姨母答应了，你让他答应。别提了。姑老爷的怪脾气，我从来没见过。提起了奸妻的事，当时发了火，他不容我细说。说些什么？他说他头上没有功名，他闺女是凤凰，他是鸡。我一人有他的当官两可，他不愿意们，他怨我为婆，既不通情又不通理，倒叫我有话无处说。我的天呀！表姐，
提提张如可去。要表姐，你们家的事儿真难办，这真是老猫皇上睡，一辈传一辈，有什么爸爸就有什么儿子。妾身家尊英，自从来到义父义母家中接管读书，每日与表弟形影不离。今日为何不见表弟？带我到房中去看，表弟哪里？表弟哪里？大相公来了。义母。大了。哎呀，表弟这是怎么样了啊？你表弟身得小恙啊！病了。哦，表弟醒来，表弟醒来。表姐，坏了，不分男女了。表姐，我二人私定冤盟，你的心情我是知道的呀。表姐，你是你表兄，看啊，我儿来了。对，是你的表兄。你表兄。是啊。表兄。表弟。明白了。表兄啊！哎呦呵，拔孩了，这怎么办？坐下讲。表兄问起心中事，提讲起来心中酸，与表姐约得长见面，有情有义杨修眉头牵红线，怎奈是一张他故事来表弟到处相思怨，看笑他知情令人怜，表弟你听我良言，来相劝，切不可辜负了青春少年，莫学那
司马相如当入殿，要学那曹子建90天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嫔，尊古之宣，理所当说的这个，要不说有学问呢，大相公您请过来，您可得好好劝劝他。年轻轻的得那个病多不体面呢。是啊，您说是不是？是啊。您说老张家那门亲事啊，可是不错；老李家那门亲事算没有指望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呀，李家亲不成，不成就割断了。哎，对，那不成就拉倒了。是啊。要说老张家，那可是啊，那张家的。张家你不愿就不谈。哟，这一推6、2、5全吹了。我是让您好好的劝劝他。啊，你是让我劝劝他呀？您看您才闹明白，那老张家的姑娘可不错。那张家的姑娘不错呀。表姐好。哦，表姐好。张务可好？张务可好。表姐好。表姐好。行。我是让您好好的劝劝他，谁让您这儿当起了学话的八个了？张务可好？我表姐好。张务可好？我表姐好。你说说人家张务可哪点不好？心不灵，手不巧，貌丑无才，身段不苗条，我不要。你放学去吧。谈不谈的不要紧，不应当说人家张务可长得不好看。要说张务可长得不好看，那叫胡说八道啊！阮妈妈啊，其实张家姑娘生得貌美，为何不请您夫来让表弟相商一相啊？也是啊。什么呀？您这也跟着哄？人家是大家主的小姐，您寻思咱们这买牲口呢，随便拉过来咱们看看。你要看人家到人府上去。我儿病体沉重，不能前去，这便如何是好啊？是啊，表弟病体沉重，不能前去呀。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是的。大相公，您可别走了，好好的梳梳头、洗脸，穿上一件好袍子，到张家的后花园，从角门进去，往东走，往南拐，走到西头，往北一出溜。我在假山之后大树旁边等着您。你让我怎么样啊？替你的表弟相亲去啊！代替相亲？使得的让妈妈使得的正是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代替相亲真是巧谈。你就跟我走，我跟你说，你就到那儿找我，我就在那儿等着
快与小姐说从头。
要我呢？他呀，他是没看见过我。他要是看见我，可不能不要吧？他没看见过我可听说过他呀。我早就听说过尊清好，他没有看见我呀，可为什么乱推销？可叹我贵个女，谨守家教。
着吧。每天我上的楼来，姑娘欢天喜地，怎么今天我上的楼来，五姑娘这么愁眉不展呢？姑娘，我有心事在怀。哦，有心事，那何不到外边散散心，解解闷儿呢？我乃闺阁幼女，岂能外游呢？咱们也不上别处去，就上自己的花园看看花，解解闷儿，这也未尝不可呀。怎说去得了？去得了，去得了，去得了。那咱们就走。我也去。都有你，不让你去。到前厅侍奉老爷太太去吧啊！哎，老爷太太要问呐，别说姑娘下楼，哎，好好说啊！哎，但是咱们找个好女婿啊！阮妈妈有带路了。晓得了。妈妈叫我到大树旁加上时候相见，我到哪里去找啊？
我到那边去看。可不能等，急得我头发热，心里头直发冷。忽然想起了好主意，我请姑娘报花名给我听。姑娘，您看这花开得多好，百花盛开，更添烦恼，带我回去。哎呦，姑娘您得等。等什么呀？您等着，我还有话说呢。有话你怎么不早点说呢？啊，刚才给忘了。我听说过五姑娘会报花名，这个让我赶上了，您得给我报个花名让我听听。姑娘今天呢，不高兴。哎呦，您说这是怎么话说的？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了，哪个月开什么花我愣是不知道。什么呀？哪个月开什么花你都不知道啊？不知道。你要真的不知道啊，那我就报给你听听。哎呦，那就太好了。什么听？花开四季皆应景，既是天生地造成。他怎么还不来呀？桃花艳，梨花动，杏花闹。
的脸呐。脚趾发痒啊，冬季里雪纷纷，梅花在雪里显精神，水仙在岸头听那天光云呐。眼是新春，他真是急死人呐！我一言说不尽，春夏秋冬花自你本人呐，却怎么怕？哎呀，不爱花的人，能有这样的人？我还得报花名呢。你笑什么呀？软妹啊，哎，你连哪个月开什么花你都不知道，你还要报花名呢？我听了姑娘的，那我就知道了。你当真要报啊？当真要报。那你就报吧。哎，你要是忘了啊，姑娘我就给你提个醒。哎，我说报就报。报吧。我的五姑娘，正月里开迎春，14、5、6。错了，没错。正月里哪来的6啊？是6。6月6看虎啸，春打6九头。2月里开杏花，杏子如豆。软妹呀，你又报错了。没错。2月里怎么能够有豆呢？是豆。到我们家都豆。豆腐脑9切糕，还有2个大馒头。3月里开桃花，清明以后后生子
去上坟，护他的舅舅。4月里开梨花，大雨没下透，下不透，种高粱，经出些人高。5月里开始了，我的儿漏了锅，撒了米，没有法子熬粥。6月里开河，河连上沤坑里去捞鱼，我就捞。软妈呀，你忙什么呀？我就捞啊。软妈，你忙什么呀？我就捞了一个大泥鳅。你这多高啊？捞一大泥鳅。软妈呀，哎，那7月里开什么花呢？开7月开花。7月里，我忘了，我一会儿就想起来。到我们那儿7月8月都开花，您跟这待会儿，我这一想就想起来，7月开花，8月开花。哎呦，我的傻大相公啊！您这么刚来，您把我急死了！啊，软妈，别嚷！什么？姑娘在这儿呢。哦，小姐在此带我去接。别进去！那我回去了。别走！哎呀呀，阮妈妈，你让我怎么样啊？蹲下！啊？蹲下！蹲下！哎，相亲哪有蹲着的道理呀？相亲都蹲着。哎，使不得的，阮妈妈。你蹲下，我把你带进去。相亲哪有蹲着的道理？阮妈妈，阮妈要笑了。7月里开花，8月里开桂花，9月里开菊花，10月里也开花，11月开什么花？阮妈妈，我们到哪里去了？大树后边假山石。假山石。假山石里头也开花。软妈呀，那12月开花吗？12月呀，那不是天冷吗？哎呦，就把那花啊都给冻死了。啊，阮妈妈。哎呀！就不开花。太阳光射墙上。
的。他要这么说呀，那是瞎子。他拿着珍珠当烧料，他拿着黄瓜当香蕉，他拿着琉璃当玛瑙，他拿着煤球当元宵，他拿着黄瓜硬当烟桥，他拿着那棒子面的饽饽，他愣当枣切糕。阮妈妈，哎，我是代替乡亲来了，还是代替挨骂来了啊？我看您呐，您赶上什么就算什么，不像话呀！进去，最软妈，你看看这2盆花，哪一盆好？咱们可要把心眼儿放上一个公道。软妈呀，有把你那眼睛擦得亮亮的，是给姑娘好好的看看。是，我这就看完，您先歇一会儿。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站！阮妈妈，姑娘问下来了，她说这2盆花哪盆好？大相公，您说呢？自然是张家的好啊！哎呦，大相公啊，您太对了。您那表弟愣说人家长得不好看，这不是对啊，表弟他不你别说，别说，姑娘进去，不让说话呀。姑娘啊，我看来了，拿我这个笨眼一看呐，那盆儿不好，还是咱们这盆儿好。软妈啊，您快别这么说了，我怎么说？人家偏说这一盆儿不好，那一盆儿好。有这么说的？他要这么说呀，那是眼珠不真，不识货。他呀，他是有眼不识金镶玉。哥，我还就不那么说了，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。哎呀，这盆花啊，我还是越看越爱，我得掐它一腿蛋。阮妈妈，你给我们帮着办，许你看，许你瞧，快请家所有的用手招，我叫你两眼看着这天花亮，海底下老明月你就老啊，你就老啊，你老也就老不着。这说的真有意思。去。咱们回去吧，天色还早，老爷知道会犯唠叨。我这口中客，怎么这么巧？阮妈你去把水烧。哟，你让我走，让我一人走。阮妈妈不能走，我知道，我一人走，把你留这儿，怎么回事啊？我知道我不能。阮妈呀，你倒是走啊！点点头，我明白了，他叫我走，为的是把你瞧。我要走了，你怎么办？我也知道，我不走，他让我走。阮妈呀！小小，我说走啊，我说一会儿我就这么大步走吧。这里边有计策，他完全不知晓。他要是知道了，鞋铺搬家满露馅儿，八成要捞到。你等着，我到那大湖水中去了。快点，哎，走，快点去，我快点来，我快点跑，叫他们2个先不走。
表弟呀，表弟，像这样美貌的姑娘你却不爱，要是违心我呀。
哎，食言了啊，食言了啊。不可
个噔噔，噔噔个里个噔啊，噔个里个噔个里个噔噔，放鞭炮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，说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二踢脚。抓住了尊亲，掐着脖子把香烧，拜完了天地，再把洞房闹，生米做成了熟年糕，亲上加亲，谁也管不着，谁也管不着。怎么样？好嘞，二大妈啊，就照您说的办了。咱们给老头子呀来一个先斩后奏。好，咱们打扮去。老头子哦，咱们那边去。凤冠鸾箫成双对，彩虹花烛互交汇。有喜，节节大喜，大喜大喜！怎么来的这样快呀？这花轿原定某时到，怎么此时就到了？哎，管他子时某时的呢，轿子到了，咱们就拜堂。好，两相动乐。花轿啊？就这一个呀，怎么还又一个花轿啊？是他已经拜过花堂了。好的，跟谁拜堂？张家的姑娘张我可呀。哎呦，这倒奇了，我押着花轿来的，怎么说跟张无可拜的堂啊？这里头是不是有人冒名顶替呀？对，什么叫冒名顶替呀？我告诉你，李家的闺女，王家的外甥女儿，亲上加亲就是李月娥。什么？李月娥？哎呀，阮妈妈呀！那这是你办的好事啊！老夫人，我没办错事啊。他阮大婶儿，当初我可愿意了。您愿意不成？您没跟我说定啊？你可有三没留着？这话问得对。媒人是我，证人也是我。你也配？你也配？怎样？哎呀呀，不要父亲不要着急，带女儿
一句，两家谁家我也对不起。你这叫我软妈妈，他们都走了吗？花园相亲是你，是我；收纳信物也是你，是我。这回还得你。哦，不明白，不明白。哎呀，不明白呀。没听清楚，那边。那臣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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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得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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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是得的。不要
啊，小姐，那日花园相亲的是我，收纳你信物的也是我，只是今日与月娥拜堂的却不是我。他是哪个？他是表弟王尊卿。你又是何人呐？尊卿表兄，家尊应允。啊，小姐，那日丝绒花园甚是貌美，天风啊，天风。只见小姐一面，本身爱慕之心，阮妈妈愿意从中为媒。啊，小姐，不成。小心错。